后来继续讲，这个厝真贵，少年人根本就买袂起。时代力量的立委区显智伫面册来讲居住正义，结果这个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竟然留言讲，时代力量的加抓实在是有够垃圾，果然爆发着争议咯。华敬群再去出面讲，这个人心是肉做的，总是会出差错，伊感觉真失礼。区显智嘛来接受到道歉，嘛公开来邀请到这个处长，针对着居住的正义来辩论。不是说意见不一样叫做时代蟑螂，不是意见不一样，就是说这个是时代力量怎么样？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会遮尔意外，是因为伊伫咧内面册铺文讲大政绩，所以有内政部处长华敬群讲，时代加抓实在有够垃圾。人的心还是肉做的，有些时候会失控。那在此再向大家致歉。争议爆出来了后，华敬群出面回释咧，来看区显智铺文，世界登录2.03图无够一礼拜，华处长阁开始伫咧黑白讲话，讲着6都买厝全部拢是超出合理负担。华处长煞讲，迄无严重啦。区显智访问了后，这期华敬群的人面册却有人控制，互因两边拢伫咧修正。或许这是我个人修养不够啦，我想终究这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、最关怀的一个议题。当然很不希望被人家误解，甚至更不希望被人家扭曲。不用去对这个事情太过分的去在意的。我比较在意的是说，这个公共政策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讨论的空间。两个人阁拢讲家己伫咧台北无在调买厝。我是在新竹租房子没有错。实质上我从来没有买过房子。台湾房价权的问题愈来愈严重，恐惊毋是官员和立委大战牌才能解决问题。